恐龍 B 與龍同行，喊住咁滯。恐龍復活，恐怖咧！點知假恐龍一樣咁恐怖噶。着住恐龍衫嘅 B 仔，居然俾電動恐龍嚇到喊，連手都震埋啊！恐龍仔一停低 ，B 仔即刻走埋去，諗住出手指撳死佢。結果撳佢唔死，反而撳到佢翻生添。B 仔，今次冇人救到你啦！咁搞笑嘅恐龍嚇恐龍片放上 YouTube 1個星期，已經有幾萬人次睇過啦。